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2024年嘅統計數字，被呈報嘅21歲以下吸毒青少年當中，超過30%吸食太空油毒品。而太空油毒品自2024年上半年起，已成為21歲以下青少年最常吸食毒品嘅第3位。政府已將太空油毒品主要活性成分依托米酯及其3種類似物，即美托米酯、丙泊酯同異丙泊酯列為毒品。而太空油毒品會對身心造成嚴重損害，甚至會致命。咁係乜嘢令到年輕人墮入太空油毒品呢個陷阱？佢哋對呢隻毒品嘅迷思又係咩呢？14歲嘅 Jenny 之前同朋友去酒吧消遣，就係因為對太空油毒品嘅誤解，令佢嘗試咗第一啖。即係俾咗個電子煙我啦，跟住就話呢個可以解酒，當電子煙咁食，個名唔係太空油，嗰陣係話上頭電子煙啊嘛。跟住嗰陣就食咗第一啖咯，跟住後尾都係去酒吧玩先會食，跟住但係再之後即係上癮之後咧就會自己可能揾啲朋友啊，或者咩買嚟食咯。咁依托米酯同酒精混合埋一齊，又會令人產生咩反應呢？首先一定要講嘅一樣嘢就係千祈唔好俾呢個謬誤誤導咗而去試太空油啦。因為太空油同酒精溝埋一齊嘅時候呢，因為兩者都係呢個大腦嘅抑制劑嚟嘅，有機會導致到出現生命危險啦呢一個問題出現嘅，所以千祈唔好相信呢個謬誤咯。根據醫院管理局嘅數字，2024年公立醫院共接收咗130多宗懷疑吸食太空油毒品後到醫院求診嘅個案，其中差唔多有1/4嘅求診人士並未成年，而最年輕嘅只有11歲。究竟係咩令年輕人喺呢一個太空油毒品陷阱越墮越深呢？喺我哋過去嗰一年裏邊咧睇到嘅案例裏邊咧，我哋會留意到咧，即係喺16、7、18、9呢一個年齡群組嗰度咧，係有唔少嘅病人咧係即係佢本身係冇一個即係吸服其他毒品嘅歷史啦，然後咧佢哋喺接觸咗太空油之後一段時間咧就會即係用埋一個可卡因嘅情況出現，而呢個咧係我哋非常擔心嘅。但係咧，當佢譬如佢使用咗呢一個太空油之後咧，其實佢就會即係有更加多覺得好似我都係行多一步咁樣嘅感覺。而呢一步咧，其實咧有時可能就係萬丈深淵嚟嘅。通常我哋會叫呢一個叫做門戶毒品嘅現象啦。Jenny 喺酒吧第一次接觸太空油毒品之後，唔單止停唔到落嚟，甚至越踩越深。可卡因都係年頭咯，但係就冇太空油接觸咁早。不過嗰陣就係知道係毒品嚟嘅，但係就係諗即係太空油都食咗啦，咁呢啲都唔係好大件事啫咁樣咯。嗰陣係即係食到即係日日都唔清醒啊，跟住又溝埋其他嘢一齊食咁樣。但係如果真係溝埋可能可卡因啊或者K 仔食咧，就會即係第二日醒翻明知自己發生過啲咩事咯。唔係即係有一次係食到有幾次都係食到我暈咗咯。嗰陣我自己就覺得唔係暈咗好耐，而且就覺得自己仲係清醒嘅，即係只不過係眼瞓啫嘛。跟住但係後尾啲朋友話俾我聽，我暈咗差唔多個幾鐘咯。太空油毒品同時混有唔同毒品嘅情況並唔罕見。如果將依托米酯混入其他毒品一齊吸食，又會對身心有咩影響？其實可以咁講，喺太空油裏邊咧，除咗依托米酯之外咧，就會混入唔同嘅毒品嘅。我哋自己喺臨床上見到嘅，除咗大麻啦、K 仔啦，甚至我哋會見到都有可卡因啦或者冰毒咯。咁因為本身依托米酯佢已經有佢自己嘅毒性，再加埋其他毒品嘅話咧，佢嘅成癮性啦，同埋佢嘅對身體或者精神上面嘅影響會更加厲害嘅。